特殊針頭插入晶瑩剔透的果凍，逐漸雕塑出立體花朵的模樣。端午節即將到來，傳統粽子也有了新樣貌。不僅有立體三角造型的果凍花粽，還有以蒟蒻製成外皮，包裹新鮮水果的水果粽。沒有熱量、沒有負擔的，然後新鮮水果有火龍果、有鳳梨、有芭樂，還有藍莓，還有酸呀。很多喜歡的那個水果你都可以把它放進去。業者推出兼具營養、創意與視覺美感的水果粽與果凍花粽，開創更多元的消費新趨勢。隨着現代人健康飲食觀念普及，傳統肉粽雖然餡料豐富，但因高油脂、高熱量，加上糯米澱粉不易消化，容易造成腹脹不適，甚至出現俗稱暈碳的現象。其實這是一種叫做餐後嗜睡症的這個狀況。那因為這樣的一個發現有這樣子的有這樣的一個情形，那所以我們想說，那其實我們可以提升整個粽子的可能膳食纖維的含量，以及就是它蛋白質的部分。奇美醫院推3款永續健康粽，包括以糯米搭紫米的官田菱角虱目魚粽，黑米與白糯米混搭的新化筍香毛豆雞粽，以及使用 Q 彈西谷米打造晶瑩外皮的水果涼粽。不僅保留傳統粽子 Q 彈口感，又兼具高纖維、低碳排，讓民眾在歡度端午佳節的同時，也能吃得更健康、更輕盈，不易產生飯後疲倦感。記者周懷談的報道。